深圳力亞酒店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去個深圳力亞酒店，入到去呢個洗手間都幾光猛啦。咁一入門口就見到個掛衫嘅地方啦，係比較少嘅，但係都兩個人都應該夠用嘅。咁跟住就見到一個洗面盤啦，好大嘅洗面盤。不過佢洗面盤喺個出邊係有啲奇怪嘅，不過就基本嘅嘢都有晒啦，洗手液、牙膏、牙刷啦、梳啦，有兩支水，有風筒嘅。跟住我哋睇下個浴室啦，浴室都幾光猛，同埋個浴室個位置都夠大，夠新淨。咁呢個馬桶咧就應該係智能馬桶嚟嘅，你個人行到去咧，佢自己自動開咗嘅，係啦。跟住我哋去睇下個大床啦，咁牙灣都有5尺到嘅，有個好大嘅電視機屏幕啦，projector。跟住床邊有晒啲叉電、WiFi， 同埋側邊有張凳啦，畀你擠衫。再最後一個位置就有張餐台啦，同埋一張凳嘅，咁畀你可以買啲外賣返嚟食。咁其他空間都有嘅，可以擠幾個喼嘅，都比想像中大。同埋酒店都係開咗幾個月啫，所以睇到所有地方措施都比較新淨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呢間酒店咧有個特別咧，因為佢呢間酒店比較新啦，咁佢有個天貓精靈啦，咁咧你就呼叫翻，就咁呼叫翻，講出翻你想要嘅嘢，譬如你想開翻個 projector，開燈啦、冷氣啦、窗啦，咁全部都可以通過呢個天貓精靈咧，咁就幫你會做晒所有嘢嘅，咁都幾好玩嘅呢個就。係啦，大家嚟到可以不妨試一試，呢間酒店真係可以值得再嚟嘅，因為呢個價位都真係比較平啦，300蚊到，就喺深圳江夏站，記得係江夏站過嚟，只係一出口 E 出口一轉彎就已經見到噶啦。咁就千祈唔好喺會展中心出口，會展中心要行10幾分鐘嘅。因為我 book 嗰陣睇到啲人話要行10幾分鐘，就發覺原來啲人係出錯咗出口嘅，喺江夏站 E 出口行出嚟，唔使4分鐘就已經到噶啦。好，咁另外呢間酒店咧都有個中央 pantry 嘅，咁係翻同一層嘅酒店裏邊，咁裏邊都啲措施都好啲設施都設備都齊全啦，有茶包啦、咖啡包啦，有紙杯啦，咁就有部熱水啦，係啦，同埋有部中央嘅洗衣機嘅，同埋烘乾機嘅。咁另外咧如果基本個人呢啲用品唔夠用咧，其實佢喺同一層酒店裏邊都會見到有啲剃鬚刀啦、浴帽啦，同埋護理包嘅，咁就因應翻個人嘅需要可以係攞嘅，就冇話特別攞幾多包咯，咁真係好方便。